台湾人过年的时阵会围炉分第二钱放炮仔。今仔日就要和大家介绍台湾的过年的由来。捌学过中文的人，应该有听过放炮仔甲年兽赶走的故事。毋过，这个故事并毋是台湾的过年的由来，是中国的。顶猴才是台湾过年的由来。红架桌顶有烛台，迄个烛台就是顶猴。顶猴逐工举动坏坏的六烛，看到台湾人拢准备真侪祭品，互别的神明，煞无准备家己的，所以真生气。所以就走去甲玉皇大帝讲，台湾人忘本袂记。玉皇大帝就安尼相信伊的话，决定爱伫即年的最后一天，互台湾沉落海底。台湾人听到即个消息了后，知影无救啊，所以12月24，甲别的神明送去天顶，这就是送神的由来。12月29，二九暝迄天，甲厝内所有的物件拢煮食掉，甲厝内的人食最后的暗顿，这就是围炉的由来。因为台湾就要沉嘛，有钱嘛无效，所以就甲钱分咧，这就是第二钱的由来。钱分了后，就等台湾沉落。毋过等到暗时11点，台湾煞无沉。原来别的神明有去甲玉皇大帝讲，顶猴讲的拢毋是事实，所以玉皇大帝改变伊的决定。嘛，因为安尼，台湾人放炮仔庆祝台湾无沉，看到人就会讲恭喜。台湾人过年的时阵会围炉分第二钱放炮仔。今仔日就要和大家介绍台湾的过年的由来。捌学过中文的人，应该有听过放炮仔甲年兽赶走的故事。毋过，这个故事并毋是台湾的过年的由来，是中国的。顶猴才是台湾过年的由来。红架桌顶有烛台，迄个烛台就是顶猴。顶猴逐工举动坏坏的六烛，看到台湾人拢准备真侪祭品，互别的神明，煞无准备家己的，所以真生气。所以伊就走去甲玉皇大帝讲，台湾人忘本袂记。玉皇大帝就安尼相信伊的话，决定爱伫即年的最后一天，互台湾沉落海底。台湾人听到即个消息了后，知影无救啊，所以12月24，甲别的神明送去天顶，这就是送神的由来。12月29，二九暝迄天，甲厝内所有的物件拢煮食掉，甲厝内的人食最后的暗顿，这就是围炉的由来。因为台湾就要沉嘛，有钱嘛无效，所以就甲钱分咧。这就是第二钱的由来。钱分了后，就等台湾沉落。毋过等到暗时11点，台湾煞无沉。原来别的神明有去甲玉皇大帝讲，顶猴讲的拢毋是事实。所以玉皇大帝改变伊的决定。嘛，因为安尼，台湾人
放炮仔庆祝台湾无停，看到人就会讲恭喜。